思相去。唉，七后生八后生，就伫丧家攀下家，将俩寒天时较寒，也唔会讲啲屋卡做三边绣花。富人家，你做件失报，翻门一跳就来过古木家，男士有强呀，好事难做。好多爱用的心口啊，无人家，最近此块木唔是看过爱用的婚姻噶。俺用老家老公当电队啊，幅度强强哦。可宁夏，主接上，失报走嘛，迄失报叫伊主人人个米族诶。 80年前，含有山，做牛做马。啊，叫回来，俺冇看到。有啊，喺面头老叫嘅，逃到個太門下，係用上婚人啊落出嚟，就唔敢落嚟。也總下嘅細細個，相良嘅不下。放開咯，上開嚟！係講翻要躺我啦，當衝半夜先見飛要出嚟來呢，哈，天出要躺到冇該奉上係嘛？冇啊，真見，真見冇咧。冇就行得好啊，往出哈，有人會水哦。你做乜啊？春花無名，了不去。張哥，田貴，張哥，田貴，啥人樣嘅？全部都死體嚟係冇？按太錯嘅屋嘅，連個鬼雕樣都唔係去咩方上辦下朱天天。這位是還吩咐定講，菜唔好變到我背，哈，我多見行啲我背啦，喺本出嚟看到嗬。 你用下半本出嚟調整，食菜哦！阿張哥，田貴，田貴搬呀！哎呦，老條家，唔真係啊！捱躺到唔險捱啦，要搶險拼人啊！我唔嫌你啊，冇啥我嫌貴係冇啊！呀，寒天時節啦，閒閒冇事做，你滾日咧看到屋卡啊！你也看街看，連鬼雕樣都看唔到。 捱啲主人無限啊，佢接觸無咧，捱潛甜幾個，見無菜啊，啊嫌假數誒，咩望人恩？記得冇啲屋卡，梗係記得應啊！捱會啲，啊幾個後佢前腳照，日本用香叫做田定照，捱會啲。唉，我講動到拜，個太門要管好啦，菜唔好平到我背啊！ 你講俾人偷走啊，你就鬼死！哎呀，表弟我背表面表面嗬，送人都冇愛呢。送人都冇愛，喺本人偷走啊，人家自然最大啦。太門打開開，連牆面都面落來，啊！
连忙神的都要落来哦。叫回来。叫诶，我做乜解啊？吼，我喺唔到，那一条链呢？俺冇头嘅时间，老叫佢逃到个太门口，冇一晒要生意工嘅。我卡就冇链内咧啊，我寄行行装埋条链内转来啦。啊，个事情也很麻烦噶，你就去死路喺冇啦。杨贵来，我就讲过佢冇彩啊。我係知佢冇彩，我係滿意講佢稀奶，好牙牙打打，裝木啊屁亂啦！我老講，個番薯佬煮菜葉啊，就啲個煮爛嘅旁搭，你尋唔到啊？你們個甜粿所叫我老講，哦，還有啊，我電腦去公所一年，有人尋我就講係冇彩，冇青菜留言下來哦，好，嘿，唐生哦，喺宿舍然之後開門嘿，睇到冇？你一講乜開？你聽說我就攞嚟聽書啦，書叫係冇？書都槍槍哦。我講唔正挨嘅掉啦，先前哦和生意新嘅人，安尼加起來差唔多，書體會30-40個人哦，全部就聾人哦。落課嘅啦。哎呀，佢當然咩啲落課嘅俾佢拖啊，希望有咩有錢啊。喲，唔過見咩鬼嘢冇看到佢隻落課嘅嗬？哎呀，看到咩冇好啦？佢隻落課嘅嗬，一隻錢大24件，個數字嗬就冇碰哦。做嘛？我去煮爛無限嘅啦。加！哎呦，阿爸，你有地方看了？錯啦，落課嘅地方卡啦，落課嘅，有幾落？你就望唔定係走，我走嘅啊，你就做嚟攬心來，讓我財產啊堵槍槍，讓我命上啊派槍槍，你敢抽天派，我是下來面子哈，好生難做，因為到阿媽想揾我錢，我老講。你敢通到我1000錢吼，我就敢讓送官堂，讓關起來，好，哼，我講啦，我1000錢哦，就沒人玩啦，孫兒也唔讓我叫伊過來，兩屋嘅香火，當伊倆台啊，就冇提起嘅，哼，稀稀疏疏。冇說像老鼠一樣嘅，像老鼠一樣嘅啦。cái 姑娘嗬，管嘢冇啲會卡，一唔交，啲背後人哋個小藝啦，人哋個小藝人啲啊，哦，你有冇字體啊？我根本也係冇好好修煉咯，你唔啲個會卡還有4太人啦，我佢邊吼，佢冇好修煉咯。我做乜嚟？哎呦！哎呦！我個頭啦，有乜嘢啦？哦，有啊！頭啦，要對佢顯顯呢。佢坐低啦。好啦，坐低來。要卡省喎？要。實在很慘哦！20人生意呢？人哋家像生意一樣誒，我就講到而家來甜，特別人講啊，每張講到我一個，佢唔識我啦，因為我當郎當，唔搶人，因為到阿媽啲我輩溜飄，也唔係講我壞帶，我係俾人帶壞嘅啦，我嘅信用唔好，又看唔得人血，人講2句啊。我有聽得，我做過幾多壞事你想都想唔到。我就像身體底部都有蟲，見太條，搞到一個壞。表上人冇做過一件好事，明明好好嘅事情，佢咩
有法度到去变拍的变糊的。后面啊，我就想办法拿到钱啊，帮佢走。26年了，根本日啲没有平衡啊，当枪又本来看到奇样的，夹个样相，老头尾叫样，冇变啦。哟，我不会卖人啊。你乜嘢？要唔快上？平爱讲千山，来讲梁大哥啊，刚刚到巷口街不能看到你，就见恨你，结果你两沙都冇谈到。我讲啊，你做嘛喊家去拱手呢？抬起家都等你呢。添贵哥啊，野钱哦，连本带利，爱我用到啦。乜解啊？欠归欠人钱啊！个边让该片啊，没有排人下来，记得喊门爱，我讲都苗片该不能有看到你啊，喊讲你人当早就到嘞，忙地和爱都公所该不能错有贵就变，没冇看到你呐。该片阴阳版，好惨相么？我就是爱来老你讲呢件事情啊。哎呀，莫几多啦，就10个个人呐，连你子孙落去吼，应该有20个人啦。有师傅的，青岛上吃得起的人好吗？见面片档啊，写的是惨妙啦，人是会做的咯，该讲不好，没一下去哦。哎，该几多算人啊？看起来差不多就30岁的人哦，你到底欠没有钱啦？爱讲20个人，就系20个人啦。唔信吼，唔去问家婆呀。乜解啊？我不用哦，佢意思唔得啦，我老佢都冇相信。啊，该你来去，佢该片的新营养版型啊？其实吼，佢咪冇讲乜嘅啦，佢讲，等你去到，就好来参详，就来讲開啊。見不願意到苗片街不咧，就看到熟死人冇啊？乜该熟死呢？講我行到兩室橋門口啊，我頭看下去，看到一個老婦年紀嗬，老二差唔多哦。该营养版。唔係講愛逼阿貴哥啦，愛嘅錢吼全部就會款子開始存來嘅錢呢，唔係有錢吼，我先本愛啦。咩，我去度假哦，我係記師婆嘅係嘛？我只數槍槍嚟啊，有咩收到都市地都行去？佢兩個大談你啊！大談嗌啊！哎呀！啊，個大談嗌，嗰個係。佢好，你哋佢做緊乜嘅衫褲冇啊？嚇？佢做乜嘅衫褲？好，該算衫褲嗬！哎呀，慳貼片咯！你這個哦，等好我要安上啦。阿貴哥啊，我係有想到就都唔掂呢。好啦，我去煮來無限的啦。啲煮嘛吼，就我到自己解，哦，真無限呢。唉，佢個跳那麼長嗬，堅，個作先搶花衫，我背一兩皮夾喎，個下先作個條褲嗬，金絲白冷哦，就唱個係西裝個阿秋多作個款式咯，兩隻腳骨
有屁有出来喏，该看起来哈，风心爱爱，太风心者啊！竟然係乜人啊？你唔是講野蠻人啦，我唐牌老唔講啦，我這兩事哦，係本人帶壞嘅，跟人經歷下事嘅，有蠻人老唔帶壞咯，你是讓些人了，還像些人一樣嘅，我做慢啊會變賢，我走睇以後啊，兩戶嘅財產啊，全部就係你嘅。都是啊，你係少睇一分田啊，你咪會心痛。你哋下忙理解嗬，我啷講嘢都要冇好啦，我啷講嘢都啦。唔過，能溜溜飄飄、浪浪蕩蕩，我咪唔恨啦。啊，好啊，我啷講，你啊，看人嘅事啊，狗仔我一線都冇啷玩啦。喲，咩？我人用個神啊！咩？跟我老人講好嘅呢，佢無論數樣嘅什麼人都全部都要算錢嘅呢。嗯，啊，該兩人係乜嘢？啊，該兩人啊，合起來建構騙人錢啦。唉，就算啊無練啊，咩係數？奇怪呢，我執三號啊就來死啦，我執四啊又來三。我就冇嘅冤啊！也冤事哦，唔會好啦，我悶啦。你是養過錢冇？啊，我咋個滿意啦？前後後，你拿莊股啊，加幾多錢？那有幾多？就600天天啦，大概要16-17元天天咩？在面子啊！佢係做人生路誒。哪來按多錢加你啊？我講起哪來按多錢啊？跟我加多錢啊，就相當於老給錢養都賺來啊！結果加來又輸脫嚟啊！哎呀，了米子啦，啊！我太生氣啦，我團戶嘅啦，你乖乖攞個支付卡，哪都冇去，你不准帶朋友來。啊，也不用來。啊，早晨食個飯我就出去嘅，因為啲。哎，就有你阿冇掉個男人人啦，啊，啊不用現在都唔知啦。梁大哥啊，該當老火嗬，佢都喊忙喊到愛面頭前，人人啊看到愛開嘅時候愛上家門啊，佢上門愛係內種人，個門太內種。有門愛想乜嘅命乜嘅，佢個客氣都是，本因為講講，佢個俘虜地都多大係咪乜嘅呢？寶妹啊，佢出講同意咧，講同愛，嗰個係，好。依家仲在嗬，夾，雪菜是又會講啦，人用拉丁過來，見家母，從一人哋中毒啊，越空越劇，佢做清楚啲樣，連nhà vô下太滿等係滿心啊，佢從一未有交朋友，佢講佢lòng一係老朋友咧。按多年冇聯絡，佢想使問清楚來，正好來簽你啊！我冇見佢啊，咁你都冇看到佢，你就冇見佢。哦，你啲佢係乜人咯？哦係啊，也錯啦。啊，佢想乜嘅？啊，我實唔記得門到，佢咪冇講啊？佢就好啦，啊？那就冇事情啊！哎，長貴啊，該我去工作一年啊！昨日我團戶了，係啷講？跟門我關好來，係有人開門啊，冇開，也冇留你地方靠啊！睇到嘛？該呢個，你先行啦，我老添貴啊，講幾位？你老添貴有乜個位好講？
这就有人答我本爱而错本机啊！跟我先哈，哎，你先行。喂，我老人是目生有冇插小眼咯？激动我一身汗呢！講講係乜個廢話哦？哼，你讲关爱嘛事啦？哎，我老你讲哦，跟爱是比你太假所哟。你讲，咁讲，爱老你穷用爱昂当，跟阿爸嘛你欢唔欢喜？老爱有乜嘅相干啊？唔过你做唔得讲爱冇木水哦，爱到喊忙lòng nhà vô下，然。我就看到阿爸都该为人告知，我看见眼动下了出去啊！你怕是主角哦？咩？而家都講好嘅嘛，我嚟逼挨啊！萬年百年，還明你這個錢咩？我老你講哦，我改片就唔比阿張古哦，個阿張。係啱我下嘅線路，你講5萬就5萬，反正佢是啱我下嘅條路行樣板，佢又未愛用。看過，你又係嘅條架子，又用啱半樣好來承受崗位，你簽先5萬啊，佢佢咪冇奈何，佢嗌改片啊，哎呦，佢是冇錢咯，佢係講咩唔好啊，你係咪講嗌哦？唔過，我未啲啦，你係唔係講愛，重音書是要嘅，不過我未做唔得可能朋友來欺負你啊！講正經嘅啦，阿爸哦，唔好幫嚟錢啊！咁你係唔愛為老朋友用班講啦，咁你唔留你讀，你是唔甘願，韓國你讀書睇咧，還要來簽愛做保。嘅其他同樣係老唔講咯。你是愛錢啊？用班？你驚係都冇錢啊？冇錢，咁你又咪在這裡，要不你欠債5萬呢？韓國，我哋做保人呢，咩按好做啦？我等到啊，是保2日天啦。我看以後，還係做到想辦法啦，了2日啦，加減中到錢好來辦人啦。係啦，一次嘢咩啊，係嘛？係講係先唔講，我有乜錢做幫咯？一下嗬，係捱過唔去啦。下一拜我唔過唔去㗎嗬。哦，唔愛捱用嚟捱中用嚟啊。哦。啊。你莫講行2擺啦，現下嗬，我是有事情愛你談數。哎呦，真唔多，我聽出老唔聽數嘅啊！你哋邊讓改片要排人下來再講啊，所以講愛談數保衛他你啦。其實上嗬，係條都該俾人做生意，該兩筆生意嗬，係講本萬人冇到啊，該就要優水。就係發大財，唔過人家隻種族就自己好來冒嘅啊，就2個人，你唔係外人，老你講唔怕，一個就係愛，還一個就係阿爸，唔過一隻種族啊，是一個人做得冇天，佢唔係阿爸。就係愛，唔過上片長人好中意阿爸，大家都知啊，阿爸佢絕對唔會做，佢係金牌人物。就是某一天哦，我看人嘅樣相哦，從人做乜嘅虧心事樣嘅呢？哎呀，反正嗬。佢唔長你啦，安樂線。哎呀，我都唔講啦，佢嗬，這是隻病啊，我攏通啦，佢自家講嘅哦。
看到钱哦，比俺先目测哦。哦，你是谈过去讲过乜解么？哪有乜解呢？没，望先讲啦。而家讲嘅乜解买卖哈？哎，两人是差吧？反正哦，该系讲本爱冇多啊，天朝有你何空诶？哑巴系讲冇做，该是等好，该系讲佢多少有想爱做嘅事情啦，你要老佢挡下来，安样你该偏欠你嚟债，哎，为了你处理到好些好些哟。没，我天天就係用錢嚟啦，望先真係十蚊元。哎呦，我又没看银行讲我2040有，嗨。我就8年啦，好冇？你就按眼用就用嚟啊！哎样啦，你先让我停手留两笔生理吼，冇多来。该行哑巴唔做，等好我是出头，我为老人命啊，写上去本当头的人哋，你没有照顾。6個月，人真就係加捱嘅咩？买新工吼，我保證賺你20口。哎呦，真得啦，6個月，好冇？哎，我有時冇退到錢啦，哈哈。別停咗先啦，嚟。哎，竟然係上千上不點咧，係冇啦？我問你呐，你為了呢個錢到底要做乜嘅啦？我有我嘅用處啦。用處，包妹喊咩？即係獨角秀強。哎呦，冇啦，我唔敢嘅啦，我數都強了，唔敢幫忙嘅啦。我知咧，呢種嘅事情啊，該是冇本也不用地道，該係講俾佢地道寫出來呀。該是使唔走，呢筆錢嗬，我冇借，我走咧。唔一樣，好冇？我要去公訴啦。哎呦，你看，也不樣嗬，有圖那麼人轉來咧，我講你啊。正經嗬，喊你好好地屋下，好好講也不樣呐。哎呦，正經係苗片都到嘅只老虎誒。阿太叔好，你好，嘿，你好，嘿嘿。按好哈，屋都好病人呢，可人以內起錢，東門西門都會團戶來食嘢嘅，還蠻看到分樣，人來睇路卡。喲，這個真啲好多萬人都服卡死人啊！阿太叔唔談看呐，伊講嘅係乜嘅話？家邊咩養人呢？睇你哋看人唔到，看到唔係愛錢，就係撩人嘅富人家。想人家係假人嘅用誒。吼，嗰這家屋開事情啊，好好快快，都該上分面嚟面頭前啊，少講幾句啦。你講我係上分面咯，我看俩技術是，先把按梁沙匠的面孔見過面，只擺上200就熟了。晒到安太人了，也偏有你有唔的，呀事情就唔可以講啦，講細細節啦，你咬得能在唔表眼記得咧，你係唔信哦？我係唔係騙我正經唔是你老人家啊！我老人家，係我老人家哦，我是看二太哦，該時節咯，還冇後部該家，我老家爸係窮人呢，我2、3歲時節夠窮下，俺不聽咪上窮下，掉嘢嘅，馬上你愛了解哦。哎呦，原來係阿舅叔的事啊！哎呦，莫怪我，我知道火燒豬頭面上呢。哎，阿舅叔啊，你研究係對哪位人做事業？哎，看你倆先做法，你天作法有才的嗬。
我发批乱菜啦！你莫学了我俩你是当好穷下。哦，俺梁山有万人一样讲啦，就贵人嘞哈，我还没当听呢。哦，俺有啦，你莫讲说诶。啊？俺得会去哦，阿片是不是上去背走？你就掉江了。我嘟嘟长爱去，嘟嘟长爱去哦。喊切的哦，俾你讲到对对吧？哎呦！也就是俺那么人，今日个做转来，我爱请俺家官每日出错。哟，一阵人啊，正经有一行特地哦哈，唔管老侬从出带真来，咩唔啲阿爸哦，佢認識也唔認識嘅，佢愛嘅也冇愛嘅，唔管老侬從出帶真來，第一佢真來哦，唔就生氣嘅啦。人體裝嘅後門眼嘅路卡體內，唔用好唔同人帶路呢。就細胞唔顧家嘅那麼人，千地規矩。阿爸亦適也唔適宜，愛見也唔見意，還愛都唔來講話係，唔要按到嘛嘅好鳥啊！唔正經咯，啷個點啦？當你愛人嘅面頭前，當你愛人嘅面頭前要用呢，係咩靠人內在同人出藤掉落。阿爸同劉先生係老朋友，也是面無見呢。人家唔係來討債，也唔係來本票俾嘢。阿爸有乜嘅理由唔建議呀？聽講嘅手槍也錄下，就係唔睇做主哩。把這個俾人看死啦！實在，捱莫講法，佢好得唔係那麼人，捱唔吞囉嗦。咩人要去哪呀？看定團戶誒，愛煮飯啦。我行佢呀，那唔會睇呀更差人。喂，我諗唔講我，我不講係乜人啊？我把佢講過誒，嚇，係人客佢就冇得驚。你話話哦，免啷個講嘅啦，廿把第一眼哦。唔可以講你係花啦。第一啊，我咩人客；第二，我咩壞人啊。我啷個廿把出世嘅日吼，都好，我咩啲我咩都是都走出來。你裝條人哦，打殺就講啊哦，你兩隻漢將人哋送包咯喏。他喪屍哦，我想了，佢想了。個香料啊好，香料啊好啊！老人講，你這人也冇見的吼，你阿見面還是不聽不死哦。難聽你講乜個小屁啦？你生人的地馬屁咯呐！哎呦，俺老娘把搞錢哦，唔係搶人的兄弟嘅天啊，就搶人的兩公婆啊！佢冇錢哦，就走嚟尋我，哈哈，咩我有錢哦？我是比佢下苦哦，迄外地哦，現在沒錢哦。係啊，佢有乜鋪數啊？佢哦，就天天嚟講，唔係清清菜菜就講嚟聽了。講真見你啦，阿爸哦，佢冇啲福卡。梗是應該，我做有啲啊，佢啲工作啊，那個邊人已經搞破咩？喲。佢一陣也很奇怪哦，佢明明就第二冇啲呀，個當當落啲就冇卡咗嘛咯。哎呦，我有咩邊人罵緊嘢，我係個死死嘅啊！我老講啦，廿把有財也好，冇財也好啦，我老倆地方就看到出界福嘅啦，做慢就會來。哎呦，佢講過嘅，佢冇見啦。我係是講佢講嗬。呀啊！你算命係嘛？你按到阿貴姑咪嚇？你講朋友，喊啲老輩人同可樂嘛？你係咪咩啲？
好啦，来坐定啦，我看人起定咯，哎，骨头要软哦，哎。唔會啦，我要咩軟骨頭？阿哥誒，你當唱啞巴後生嘅時候，係哦，佢咩係用講嘅哦？佢咩阿姨講？嗯，啊哦，佢按相信你哦，你個模式誒。我老唔講啦，我一爭人嗬，我心肝一狠嗬，但咩會變做係好人？我是講你哦，唔拉係。跟阿爸嗬，佢就會變做壞人咯，變到好人啦。咁我就唔信咯，係壞人冇天做咩好人，係好人哦冇天做咩壞人。比如講啦，你當有錢，唔過你苦咩唔會比人下苦。講笑喎，但因為有錢。你講啦，啞巴是供你啥天啦？迄啞巴死鐵吼，連木代替全部贏。你講俺沒發財冇嘛？我愛獻錢啦。咁係唔簡單。啊，啞巴卡住嘅嘛，該碗啊、皮啊、貨嘅呀，你一件來拿出來賣咩？個狀況又冇當點。你唔是小無人愛，是小無了大每天。冇玩意啦，啲啞巴用嗰邊哦，成條啦。係啊，唔講係偏空啦，講係偏空啦啊！好啦，跟啞巴嘅情況點啊？係因為點咯？你看佢黑接起那隻間房啊喲，喲，佢當然咩叫衰木嘅件啦，繼續錯啦。佢冇錯時啫，呢間房啊少看啦。錯唔得啦，喺邊地度嗬，我邊捉起嚟修理喲。誒，貴婦卡買唔掂啊，一生要用錢。裝喺條就要扁人咧，你抽兩隻扁嚟哦。按部頭去啞巴卡變貨，小輩講爸爸嘅，我哋報轉，入面就有錢。實在用一爭言哦，見開災就冇好花哦，乜怪人都撩叫啊撩叫，唔將就起嚟哦，讓我把詞睇好嘅啦。佢要乜㗎？佢要有人做出來哦。佢硬是做唔出來哦。你再知啊？你有冇前面聽書嘅啊？講乜個東西啊？同會，我會同人。哎呦，唔加谷。我係講團戶咧啦，挨樓廿把搞錢無胸樣啦，我會同人啦。啊？同場有人講話上嗬。我擺神啦，我擺神啦。嚯，他們又冇關啊！一動下事啊，寒天啊，你哋對，講團戶就團戶，我講車嚟會落來，100個忙事都命係落來哦。忙事了，忙事了，啊？忙事嚟會落來，忙事。是的。哎，那你去你看，啊？看鬼啊？呀，莊姑，哦，你阿叫起冇啦？啊？哦，喺美國老叫嘅拖到個太門下。叫佢點啊？叫佢點啊？叫佢點啊？買咗錢多人了。你乜嘢？你真嘅唔想愛咧，唔想愛別暗路誒。
你你係了解？冇錯，係了解，要人先係啊！唉，家太污嘅啦，暗疏疏嘅，我看唔清楚啦啊！暗疏疏嘅，哎，還有咩講啊？而且人也冇見了，我是面皮變下做的誒，莫怪哦，唔敢認。哎，唔生啦，你係要結佬，我上樓梯嚟。你冇錯啊，你是耳根很唔好的。啊，咩，我係家下看到你嘅世界啦，啊，調一下，促進一下啦，怎麼好難講到啦？你冇想到我為了錢啦，我自家咪冇想到嘅，佢就有人講我魯莽惡霸，我躺到風上我就射走去，我狂來狂去，喊你射到你家來，我是唔係故意路搞你啦哈，你父母要看你，冇見我喲，冇樣啦，跟我就唔定人來，我認為係唔看一個冇見你咯，啊，就係講啦，兄弟係有難，我做得唔要你咩啊？我睇明唔白，唔，老兄弟啊咩？老兄弟，我見面眼部，我就歇俩咯。哦，咁當然啦，我不樣過去呢，你做得啷個下水啊？啊？我要歇俩講你咯，講你咯。